托尼基甲叙利亚的大地震引起民众关心楼厝的安全。今仔日就住伫台北市第二种主体区山汉区的民众来开记者会，讲家己厝已经凹加真危险，却受到法规的限制，一直无法度更新。希望台北市政府来斗解决。你看这柱梁吼，你看凹加拢积出来吼，这钢筋都断掉了，你看。 虽然是家己的厝，不过环境真歹，壁顶拢必顺，住了实在心惊惊。住咧台北市康宁路属于注二山汉区的居民讲，因是互都市更新法规放袂记的族群，厝破甲安尼，要是无法度做都市更新。我们这3星期已经运作了很久，要做这个都更的动作，但是苦无法调。他们只有在柱3可以做都更。 柱2根本没有办法做都更。柱2是在山边的房子，他们比较潮湿，钢筋比较容易腐烂，比较建材比较容易有损伤。主题区以维护居住环境水准的程度分做第1种主题区到第4种主题区。因为画设山汉区的目的是为了水土保持。 北市府都市更新处讲，第3山汉区第2018年有甲都市更新的户顶降低，但是第2山汉区因为安全疑虑就无改变。目前要是依期爱100%危险楼厝居民拢同意，才会使做都市更新。我们在去年的开始就积极的去做都更的修法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不是100%的这个部分，我们用都更的方式去协助？这是我们这一次修法的重点。台北市的第2山汉区有130笪，计共358公顷。陈建华表示，修法方向是协助同意比率已经有80%的社区推动都市更新，建蔽率、容积率也会适量提悬。不过，伊认为也是要考量土地耐受的能力。目前草案等咧法务局审议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